台南柳营大天府3年1考的王石，即马已经是正做无形的文化资产。为着要传承这项文化，庙方头一届举办做礼仪公的课程，伫休热期间去在地的3间国校3间国中、国小来推广，要带害生囡仔来认捌这项当地文化。 学生起头先用黏土捏鱼仔的形体，双圆形做鱼仔的目睭，再个用刀仔刮出鱼尾外形，再尾伫鱼翅顶头插5红旗，这只古锥的礼仪公就做好势啊！虽讲这礼仪公是古锥版的，伊是柳营大天医大天顺手出巡时，带领往顺方向的领航员，也守护安全。 这摆庙方参校方合作，用趣味的方式带囡仔做黏土，哪认捌在地的信仰民俗。 礼仪啊，我有念伊的目睭兼嘴。生活这么久，然后都没有正式的去了解它，然后今天就了解了很多代天院的由来，还有礼仪宫的。礼仪宫的金身，咱有这个5红旗课程当中，透过着 laptop 的这个活动，学生能了解到礼仪宫的金身的特色。柳营大天医主神游王哥因为新改观，早前较少咧分灵，相传礼仪宫通直接传信息给游王哥，所以有侪个信徒会请倒去拜。柳营大天医每3年会拜一颗王石，而且是真罕看会到。 无靠海的来历王石，今年庙方设计课程，唔来教囡仔动手做礼仪工，嘛认捌百当历史的王石特色。车王咱看到任何作业吼，大多数的车王拢是伫海边啊，也是溪边。那柳营并无即个自古来就无即个迄落海，伊是对东边吼，就是山边。 并无去到溪边，以往学生交家长拢当知影讲啊，柳营王石、柳营的大天医有预防工作，希望讲透过阮即届实际上来了解讲，规个柳营王石伊的历史。柳营大天医的王石文化，伫2022年嘛正做市立名宿，比方即阵透过手工体验课程来推广这项无形文化资产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